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係我哋客家委員非文學類嘅行業宣傳師劉志文先生。劉志文先生一定告訴講，20年同時也為文學長途嘛改程，而咪有幾多作品得到幾多獎。我哋今日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除咗一提同我哋分享講，即個係一個文學嘅創作之路，同時我哋提講已經教學嘛得讀博士班，我哋想一起分享講，伊等退休後，伊也為啲生活的規劃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劉志文先生，志文先生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對屏東市過來的劉志文。好，志文先生今日佢歡迎來到我哋現場吼，佢因為其實我哋提講，佢當然認識吼，係因為人作品啦，吼，但是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簡單一下紹介你自己好冇？反正都係啦，好容易好多嘅屏東市，唔過我阿爸阿媽有具體嘅頭部跨，一聽嘅講客話，故所我會講流利嘅客家話，我咪參加過嘅做過去嘅行業認證有通過，我太好時節有參加嘅有兩種綠隊太準搶人聯誼會，有個聯誼會呢，佢係幾乎每日太好攏有，而個就會舉辦嘅迎新活動啊，嘅細旅行，我哋都會去旅行，之間都會講客話，佢係綠隊風雲插枝沙嘅沙總總政兵阿邊個，都幾係認識咧。還有個太原玉俊，都見到太原國際太好嘅藍群傑，藍群傑藍哥，咩幾係認識咧。佢還有風格太好嘅林依明，嘅鍾英傑，還有邱仲勇，都幾係認識咧。還有個其他頭嘅民農。吉陽國小做高中嘅葉雀根，同一個朋友黃明芳，我幾項認識，我見他咩幾好嘅朋友。因為好多先生講，綠隊太準即係搶人嘅一個聯誼會啦，哈，綠隊大專學院聯誼會。其實喺幾時節，每啲考上大學嘅綠隊請人來講話，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活動。因為像我這隻嘅度嘛，全部旅遊去參加過，同時因為他可以考學校冇窮樣嘛，因為有啲可能喺北部、中部，但是因為也俾一啲算是聯誼會，其實佢鄉下去認識。啲咧冇窮樣學校嘅學生嘅，同時嘛可以講講，他講其實你幾時人台考大學唔係咁簡單，好差唔多考上嘅幾率30%啦，30%，差唔多20-30%。嗰時等於你講考上嗰種每啲有參加過啲聯誼會嘅一啲年輕人來講嘛，佢會本質係一啲影響講係喺啲行業。好，同時我哋冇窮樣學校有我嘅算是同伴、窮青年。好，嗰時因為嗰時係有冇講啊？即係講，佢參加一啲聯誼會同一般，譬如我哋一般參加嗰度冇窮樣太準咧，搶人嘅嗰種活動，有乜嘅感覺？如果同我分享過，又有兩個冇窮樣嘅感覺。啊，先生咯，你自己時嘅感覺係乜嘢？我嘅感覺咯，佢係頭嘅飛機會咯，幾多機會？做啲練習講客話，因為我嘅原先嘅福華福圈大部分攏好容易，講客話機會幾少，參加嘅太準請人聯誼會都幾多講客話嘅鄉親朋友，佢感覺到幾個錢幾有啲環境可以他跟人自然嚟講客話。係啊，幾重要啊！佢其實後來唔知個大學畢業以後去教書嘅係咪？喺大學畢業左邊讀金門，左邊做起來都讀嘅平庸三公，都開始教書。平庸三公教1年，鹽埔國中教2年，咩讀嘅台南實驗教過3年暑假，最後讀嘅平時副社，都叫平台副社，教20年，然後退休。佢係20年你嘅工作經驗是算是幾長嘅嗬。有唔知個話有印象嘅學生嘅難忘嘅事情。因為一個平時副社都係個母校，我係讀幼稚園2年，小學6年，喺讀嘅教20年，嗰時候我讀嘅學校
总共有28年安床的时间。故说我对那个佛教有几什么感情？哦，那说故说我咩几年前都教我附社会嘅學生嘅，附社會學生嘅地方有幾優秀嘅，像有咧叫做圖書班一個賴建代，哦，一路推台灣文呢畢業，後來又去台藝大嘅表演研究所，哦，而他做嘅天師坊有一個賀眾牌嘅飲水機，一路做廣告，哦，有做個舞台劇，有那位咧學生咧叫做曾玉凱，一路去推台以後呢畢業，而家喺屏東榮總高雄榮總屏東分院那個國考醫師，還有那位咧叫做李玉賢，伊咧路畫圖畫幾好，我學生喺路各行各業攏有啊，伊哋攏同嘅表現攏幾好，也路愛做欣賞，感覺推分析一件事情。嗰個教育一件事情吼，應該講，我哋幾多當初去先考呢時間，當初我先到去做欣賞也俾伊哋考呢咯，迄段咧都較為有影響。因為有幾大影響，因為我爸爸都會各種嘅欣賞，我媽媽以前要做我對考欣賞我對我有幾歡喜幫助別人，教書有個行業都好幫助生人嘅成長嘅一個行業，故所我變咗都現在去做一個教師一個工作。等於如果其實做欣賞一件工作嘅話，對你來講係算是一個這個嘛係有興趣嘅一個工作啦。係佢幾有興趣嘅工作。但是你這個一方面要做欣賞嘅工作，一方面要做文學創作。文學創作嘅部分嘛係受到陸下影響。因為我條路講嘅阿公係叫做劉典雲，而係日治時期。屏東市六合元沙嘅古典詩人，我嗌名嘅子文，唐係媽講咩？而同埋學呢啊，可能都以希望有個順呢，做啲純正嘅文學嘅興趣，嗌還是都對文學，都對國文會有興趣，沒有寫作，然後無所謂一路咁過來。因為頭先我哋節目一開始時都有同觀眾朋友講嘛，係後來這個退休以後，你要再去讀博士班。我想我去讀博士班咯，因為其實博士班我哋有時講啦嚇，碩士班可能寫啲畢業論文都好啊，但是因為博士班一路行，好有幾多時間都一天幾天要發表論文，好，然後都睇到年嘅時間，都幾多年論文要考試。當初我想到去讀博士班咯。因為我碩士嘅喺台南實驗讀嘅古典教育研究所畢業，畢業以後讀附設教育醫生人退休之後，一期間我又去學寫古典詩，我所以就對一個古典詩幾有興趣。後來我又睇下我阿公以前係日治時期嘅古典詩人，我所以我都想研究我嘅阿公幾下圖嘅嗰邊地區做那條古典詩，鄉下時期有那條對鄉下嘅詩人，我所以我都想去好好嚟研究嗰邊地區嘅古典詩。一部分古典詩也要聽你可能從我哋觀眾朋友睇樣講啊，因為有時我哋因為講古典詩，可能講我哋咧以前嘅唐宋嘅嗰種詩詞，因為頭先講係日治時代古典詩，其實係古典詩嘅定義係乜嘢？古典詩嘅定義都一個平仄，有一天嘅規格，還有一個押韻，有規天，有乜嘅圈用嘅韻，同嘅新詩嘅冇圈用嘅咯，新詩而嘅字數冇圈用，古典詩嘅字數，台灣都5言啊、7言啊，一平仄有一個固定嘅格式，手寫嘅時候會合乎一個格式，當然有格式都較困難，較有限制感，唔過有格式又有平仄，一路一聽寫出來都一定有音樂性，一路同嘅新詩較冇圈用嘅地方。但是問題係講，頭有講過，日治時台灣
古典史。好，你一定要提供，其实你支持的有一些早期有啊，有书动啊，汉文教育的一啲人来讲话，伊即个要写古典史。但是伊其实写的都完全用汉文写，系咪？系啊，全部用汉文嚟写。汉文写。但是问题是，其实喺你支持台有几多人会写啊汉文的古典史啊？因为日本人想去统治台湾人，一路想去笼络台湾人。故所伊对那个古典史都几充实，故所嘅日治时期都几多人写嘅汉史，咁伊其实汉史嘅一种，应该说，伊哋其实喺史上写嘅嗰种史嘅内容，睇有冇大部分都在讲台湾嘅一啲风土嘅一啲影响。当然，嘅写嘅史都同希拉奈，帮做哪条事情拢有关系，故所有条。像我哋其他寫我哋古典史，咩同呢種神法有呢多嘅東西都相應來。像前面咩做得寫到我哋嘅古典史地位，古典史只係一個格式，唔嘅格式都做得容納更加顯退嘅東西。嗰時等於講，嗰種我哋去研究嗰種他們日治時代古典史嘅話，都可以看出其實幾時節太陽會發生乜嘢事情啊，其實神法嘅情形啊，嚇，佢嘅一般人神法嘅情形。幾多嘅歷史嘅研究咪對一個史地會去尋資料嚟驗證講佢係情況係用嘅。冇想到反而20年嚟教育培養嘅主題，最尾係退休嘅時節。嘛，開始去希望講自家喺伊啲古典史嘅一啲研究地方可以有啲新嘅發展。休息下喎，我哋下一段節目為佢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學為啲文學類嘅學語新傳師劉志文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以自家嘅生平同時有工作經驗。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後來嘅時間我哋要講多講，你這個對你這個博士班咧算是研究嘅一個方向，算是我哋日治時代嘅古典史嘛，吼。咁因為頭先我們有講到，其實其實古典史嘅取材的方式啦，吼，因為寫呢大部分都真的是神法裡面發生的事情。咁一部分對你這個文學創作係咪有共樣嘅地方咯？文學都會神法的表現嘛，故所嘅。之間有幾太相關，有個像人哋寫嘅古典史嘅係，因為同樣對一種神法地位，你到某個事情，你某個感想，在我哋在將伊處理，有品質，有押韻再終於創作出來。咁用這個有。應該講有哪方面係你自家過好嘅一個題材嘛？我興趣幾廣泛吼，故所誒幾多我會寫，各方面我攏有啲，攏有寫過。裡面有一個有德國90青年，前作是學語嘅兒童文學嘅成人學家，成人史文組嘅吼嘅字業嘅，佢當初因為字業嘅係用嚟去創作出來咯，一靈感係乜嘅？嘅字業嘅都會我哋嗰個華語講嘅風箏，咩河南人講嘅風吹，一路我哋標字業嘅下，我有一條索嘅，談論嘅字業嘅，字業嘅唔嘅索嘅做唔得標啊！貼床，咩做唔得卡卡貼現，故所我都想講，有個自由嘅幾種人嘅人生，必須講有個冒險嘅精神，唔能做得比較過較嚴，故所我會創造一數自由嘅嚟鼓勵大家。從而用一啲方法來加用一啲方法去比喻講過太嘅事情嘅一種，我哋講書法啦，一種寫作嘅手法，係你自家過擅長嘅咩？其實史本身都歸史上用一個比喻嘅方式，人講賦比興嘛，一種比喻方式，我嘅比喻方式都做得同一項事情，不然連聯想到哪會一件事情，我所我會想用一個自由嚟比喻我哋嘅人生。咁係咪同人觀眾朋友同人朗讀一段自由嘅好冇？冇問題，好，我哋朗讀一個自由嘅。
自由，我是一只自由的，让风比到天当风，风吹一太，我比一个，风吹一太，我比一人。我唱一只自由的，一风比到天当风，风波一太，一爱原来，风浪一太。一爱原来，人生千重变自由，莫讲风台同向台，风台张做的比过，向台张做的行人，风险一台，危机一台，机会就一朵，希望就一台。虽然讲也係算是見個現代史啦哈，但是以用的方法其實蠻多都係古典的方法，對稱哈，不斷地重複哈，然後底本然後我甚至有感覺到每一段底本都有一段這個韻。係冇錯，我第四季押韻，我用發現用幾多幾個底本係七十字嘅，同個絕句同律詩用個七言絕句、七言律詩是相同嘅。係因為咁雖然講唐鳳來算是一個形式的一個創作，但是伊其實底本用的嗰種算是詩的做法，好，同所講嘅七十字押韻一件事情，其實已經有比其他形式蠻高嚴條。好，個伊也要求伊個多。佢當初儂會想用安尼方法咯？因為安尼，人可對做得俾人接受。哦，像而家嘅現實嗰度冇押韻嗬，安尼讀起來、彈起來都感覺可能安尼嘅音樂性。真係冇唔錯。啊，詞同嘅散文體態冇共用咯，嘢詞要有音樂性，要有嘅押韻，要有節奏。哦，要做得朗讀，要做得唱，安尼能擴充詞。係，因為好多時人講嘅時候，我都想到講，其實耶穌是幾適合安尼搖頭放米，安尼朗朗誦讀，嚇。因為真的比起一般嘅形式來講嘅話，伊真是啱方來個搖頭搖米啦，啊，那個早期嘅包括搖頭搖米，然後通好啦，真是都個有一種韻味嘅。係，但是像安尼算是有一啲古典式嘅要求嘅形式來講嘅話，睇押韻一件事情會幾難冇？唔可以有韻書做得差，像我哋做一個史記下，我哋查嘅一本叫做《中華新韻》，中華新韻同我哋嘅古典史嘅韻冇共用，都同嘅更加嘅華語嘅發音與嘅韻把它整合。但是問題係你用客話啊，客話嘅韻味有時同方言嘅韻味有什麼唔同？係客話又沒有客話嘅韻數。哦，係哦。係。哦，嗰時真是安尼看落來時，都提講，要不你當初愛押押韻嘅時，都有乜嘅思考一套。係。比如邊一講，下一個詞之前有寫有啲。太可以寫一啲旅遊寫係差唔多，用可以查韻數，佢同共用嘅韻用空下，而安尼能有音樂性。冇錯。其實而家時時應該沒有安尼做較好，安尼唔讀起來能有嘅韻律。冇錯，係安尼讀好來真係冇感覺到講用骨順啊，係，因為但是唔啲人都講，做乜人是讀好來骨順，但是譬如人哋是嗰種讀好來嗰種無味嘅樣啊，唔啲講嘢味到底係結束啊，還是冇結束？係啊，像我哋所啲嘅我哋歸校嘅詩人徐志摩，也使用為押韻，就像我嘅有一首叫做錯誤。我大大的馬蹄是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一條詩全部有押韻，押韻如果我哋中國古典詩嘅傳統，我是因為講，我哋嘅形式應該冇同一個傳統滅失下來，安尼會幾可惜。等於講，你還是有形式的持有啦，好持有圖，好，但是韻味嘅部分其實要保留，因為伊係展現到形式的音樂性嘅部分。像有一啲係我哋嘅方言從刊登落嘅吼，對名嘅我都發現到，哇，也要從，龍，其實都有一些。音名我都感覺到已經佢有也係一種韻味嘅嚇，啊同時也係嘛屬於到我哋行業同業地方。當初我想我寫也舒適咯。
因为个风险做路我哋完事嘅係，經常嘅看到嘅，同暗不要嘅係看到陰嘅嘅蟲，螢火蟲，係螢火蟲，我哋完事咩啲做嘅看嘅民眾地盤啲啊，係，故所對一個影響佢層，我哋以前有透過乜嘅囊螢映雪嘅故事，我都想佢螢火蟲要做得同一個朋友嚟，故所我哋寫嘅一首嘅歌詞。咁係咪音本下嘅觀眾朋友聽？冇問題。放音蟲寬點亮，放音蟲吊點亮，滿面路捱水風。放音蟲吊點亮，愛前槍環保蟲。放音蟲寬點亮，亮發發情最濃。放音蟲寬點亮。真用功，真功用。是啊，你呢度什麼詩？係，因為佢寫聲音咧，一首詩一容易到。談講一首歌嘅，佢度嘅幼稚園，而家攏講一首歌嘅部分。係啊，跳舞用嘛。係，因為睇到什麼詩吼，其實聲音嘅學法地位最容易學到嘅吼，對你一隻詩、兩隻詩變成三隻詩，但是也俾四團地位，其實嗰種每一團都有自家故事，係咪？係，冇錯，而個故事從放音蟲吊點亮，滿面路捱水風。滿面路捱水風，你嘅放音蟲因為而個味會安尼陰嘛，你嗰種有啲點亮吊落嚟，嗰種當然自然嘅面路，或者天團，天團愛前槍環保蟲，因為有個放音蟲，有個螢火蟲，而都佢個環保嘅昆蟲，而必須同個鬼槍嘅河巴嘅地方，能做得生存。故所哪有放音蟲嘅環境已經有鬼前槍，故所我哋成語講做環保蟲。第三團呢，用亮發發情最濃，而個放音蟲故所以為有個人嘅營養業路嘅公嘅放音蟲。而有一按營養業嚟企業嘅買嘅放音蟲，故所講係講嘅情最濃，而個企業嘅而個意思呢，第四團，真用功，真功有如同嘅囊螢映雪故事，放入嚟，如果人去唱嘅故事推嘅人咁樣，利用螢火蟲嘅貢獻嚟引證特殊。如有嚟創作嘅演員。嗰種對於講，對於你欣賞來講吧，唔單止可以搞聲音咧，可以慢慢嚟演，同時一團一團，亦都可以講出一啲算是放音蟲嘅一啲故事。係，有個做教材。冇錯。係啊，因為我哋講其實欣賞除了新詩以外，話有寫散文嘛，嗬。尤其係我哋有啲美食嘅客家人，好，有部分嘅散文。當初呢，我因為講其他客家人係美食嘅咯。有個題目其實唔係我聽真咧，因為參加嘅體界嘅真寬文學獎嘅比賽嘅題目。用客家嚟寫，我係成因為講，更加我哋雖然客家人幾多，唔過攏係現成嘅客家人，同幾多好多人嘅存喺地位，攏唔敢講客家話。其實啲客家話係幾強嘅一個營養，從嚟嘅寫嘅資料嘅，一個要素資料嘅，係除了同嘅客家電視台嘅詳情地位有濃度過。之外，同佢第三世紀嘅世界詩人大會，沒有龍頭幫嘅外國人談，幫外國人第一係嚟講客家話去安講嘅語言，我哋客話安講語言，我哋如果想辦法去保存起來，我哋唔好講快些講即個係客家人，其實客話一定係講，我哋有一句客家語講，人買祖宗田。莫忘祖宗言，按講語言我哋去保留下來，唔好同人哋一推滅失下嚟、消失下嚟，我哋全部一推可以傳下去，本來嘅按講嘅客家話，樣樣傳下去。
嗰種安講啊，客家話唔單止一代一代傳下去，同時嘛可以用文學、用散文嘅方式一代一代傳下去。休息下我哋下檔節目為嗰度嗰陣睇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檔節目，我哋客家 VNP 文學類嘅客語宣傳師劉志文先生嚟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以下嘅幾個作品。我想請問一下，其實我哋講欣賞即係話遊戲比賽嘛，嗬，比賽冇咁樣嘅一啲作品嘅呈現。我記得有一啲嗰種同環保有關係嘅，是不是？那個愛我家鄉重視環保，如屏東嘅環保局。伊舉辦嘅一個比賽，伊都公開整93嘅歌詞，啊，我都入選伊個優選，伊都同樣嘅歌詞唱人去作曲，做成 MV，一個作品同嘅 YouTube 當中做嚟看到一個作品。等於你講，其實作品加曲以後，然後又變成影像，就用一種冇咁樣形式來傳播出去。但是我哋節目地步，因為詞係線上寫啦嘛，我哋係咪唱人哋線上同人等，我哋觀眾朋友因為喊你這個寫詞。冇問題。愛我家鄉，重視環保。屏東，我的家鄉，黑為美味，洋蔥飄香，檳榔高聳。野影輕搖，藍天綠野，任我翱翔。鵝鑾鼻，燈塔亮，小琉球一海洋。落山風，思想起，黑珍珠，大太陽。大武山立東方，東港西入海峽。恆春鎮，古城牆，三地門，園之鄉。愛我家鄉，重視環保，青山綠水，永不衰老。愛我家鄉，努力打掃，清淨家園，感覺好好。對，如果一啲算是一啲詩文地步，都把我哋屏東嘅美景，還有我哋呢，算是風土人情都已經講地步去嘅。冇錯，我都同個屏東特有嘅黑鮪魚，我們知道，同埋你嘅檳榔樹，我哋嘅苔蟲，苔蟲，還有個屏東嘅最有名嘅風景區，嘅小琉球，三地門，還有個恆春，恆春我都上到嘅思想起嘅陳達嘅思想起，我相依來。還有我哋原住民，三地門嘅原住鄉嘛。係啊，屏東人都有嘅客家人，河龍人同原住民三種民族。嗰種線上常常可以參加比賽咩？我會用比賽嚟使我自家創作更加多嘅作品，那有得獎咯，解。冇得獎，你嘅作品本身都係你嘅獎勵，咪係一種記錄啦，嗬。係一種記錄。其實創作都硬意味啦，創作都做得使你嘅生命有個記錄嘅方法。係啊。可是有時都真係都有比賽都去參加，可是有得獎都好，冇得獎嘛係一種成敗的記錄。係啊，至少幾段時間，你就唔會過專心一下去創作一個作品。冇錯。但是因為今日我哋咧現場有帶有兩個作品，同時我哋提供欣賞睇下台詞書法嘅部分，好嘛，佢有琢磨。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咯？以一個翩翩起舞一個作品嚟講，唔管大廈都有書法作品，睇你幾多篆書，後尾路嘅隸書，後尾有行書，一路書法。睇下佢係參加4年嘅書法社，沒有參加篆刻社、國畫社，所以一定我都有興趣。我讀嘅屏東大學嘅國小師資班嘅係。有一個先生，叫做陳英文陳教授，伊都教我哋一種水洗法嘅方法，一個方法佢特別，都用個字係宣紙，嗰種做起來嗰種嘅渲染嘅效果。個做法呢，都先構圖，
构图迄个如显同嘅唔係膚色嘅部分，像嘅有紅色、有藍色、黃色，顯同嘅還有嘅使用白色，先寫好來，寫好來之後，嘅上色上好嘅，用嘅我哋吹條那麼嘅吹風機去吹走來，吹走來嘅色都色那個是淡紅嘅，再來有調嘅墨汁，墨汁調好來，嘅規個字攏全部用一遍，全部弄一遍，之後再用嘅吹風機再吹壁紙，吹壁紙之後，我哋再拿個水龍頭帶下，強去撲伊，強撲伊，俾個色神同嘅墨汁嘅吸附力擴大。色神同嘅字嘅吸附力擴大，之前冇上色嘅黑色部分都生滅去嘅，本來有顏色當紅嘅墨，都比嘅水重嘅咧，都變咗嚟效果，有幾特別嘅效果。係啊，你要看上來吼，你即上到講，所以後尾啊，你嗰種渲染嘅嗰種做法，係顯白上意還是點？唐先生按你講，那反而都好，人有啲技術係安尼。但是其實嘛，看得到其實先生啊，伊啲做法嘅方式，只係嗰種版畫吼，跟線條的嗰種刻畫的方式，跟人物的嗰種甚至表現的方法，嗰種版畫的嗰種刻畫法。係一種隨機法做出嚟都嗰種版畫嘅用色，仲有嘅苗條調。要咁樣嘅方式，先對個底部有顏色嘅部分先做完再用幾個咩嚟用。先去過上去，然後再上面是色的去。冇錯，古時候有種作品，就是他講嘅佢嘅背景係好沉嘅，膚色啊，咩深藍色啊，你所做緊嘅作品。然後你做出嚟有一種嗰種古典嘅嗰種味道嗬。係佢特別嘅方法。係嘅，講到寫題詩啊部分，因為頭也嘅作品裡邊已經有幾度唔知㗎，因為大小篆啊、楷書啦哈，嗰種其實我哋一般來說對書法社嗰種一種慢慢的路嚟學過去。咁寫題詩啊部分係唔知個本來你有興趣，還是個書都影響？凡是如果有興趣，凡是我嘅讀副社嘅係有啲同學，喊做郭耀仁，見下喺嘅高雄以後人咧教書，而咩喺國內做嘅換臉手術一個頂尖嘅一個醫師，而國社嘅係一路嚟寫書法，我哋想講，而見下嘅書意安好，同佢寫書法咩關係？因為嘅書會靈活啊，佢用嘅纖維手術嘅係，而家因為書法嘅佢細微動作都有好多幫助一下方面，我哋都啲加一個字帖嚟自家練習，如一直有興趣嗰種嗰種太好都參加書法社，一路安嚟過來。咁而家現場嘅嗰種書法作品，有喺那邊可以看得到咯。有啲嘅屏東最有名嘅紀錄片嘅導演邱才燕邱導演，而拍嘅紀錄片廖安明嘅攝影，同嘅鍾怡婷都有請嚟做一個片頭嘅題字，也咩係歸他嘅功用。係啊，真係都可以睇呢個算是記錄藝人做起嘅一個行業嘅一個樣樣式嘅一個作品裡面可以變成一個題字啦，前面的屍體嚟講話，其實係一個冇艱難嘅事情。咁從都健康嚟講啊吧，因為其實你看你話退休嘅，可以退讀博士班。咁一路以來文學創作一件事情對你嚟講係一定樣嘅一種角色啊，聽日生活點樣？其實幾多東西都同文學有關係。從我哋見到幾好看嘅天陽，同個短片，而個之前都有一個劇本，劇本本身都係一個文學。甚至有嘅劇本係對嘅小說嚟，像幾多幾偉大嘅天陽，像嘅侏羅紀公園，基本上之前都有小說。故所我有按呢作品，之前都有文學作品。文學變係係一個研調。所以我哋去同嘅去盡量同嘅創作好嘅文學作品，那我要曉背。嘅天陽啊，音樂等等安尼作品出來。
但是人家文学作品，我以为讲这个係客人來影響到，冇得講客家文化其實嘛，為佢自然嘅聽人作品地位啊。我想我會將嘅客家嘅元素盡量表現我嘅作品地位，因為我哋客家人其實同台灣唔係啲少數嘅民族，我哋只比河南人較少。我哋差唔多有差為20派人口，我哋即個冇可能是即個客家人，即個我哋即個客家人要代表同做出好嘅作品來，並本客家人認同我哋客家人，欣賞我哋客家人。佢睇節目我最慢啦嚇，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對未來有乜嘅期望冇？我想拿到學位以後，我做得去做研講，係繼續創作更加多嘅作品。我要計劃除了詩之外，我會想一下小說。因為小說將來都有機會變成天陽。我對天陽咩鬼有興趣。但係你講希望講可以利用文學也為一個媒材然後可以去把自家嘅成分，應該講自家嘅人嘅打開無窮嘅東西，像頭先講人嘅詞加上曲以後都變可以拍 MV 嘛可以拍一啲影片。同時即係嘛有講到講希望講可以去做文學，然後文學可能會變成劇本，劇本以後都可以去做戲嘛拍天陽嘛好，但是你希望講還把博士拿到好，這個可以去那度去演講。你幾時博士班嘅題目出來嘛？已經出來。你知識期到根本嘅高品體期嘅古典史研究。頭都講到講嘅天陽，天陽係咩有拍過一個 MV，叫做《愛在竹田客家莊》，咩方言嘅，記錄屏東縣政府伊嘅公開徵求劇本。劇本都有被先導，先導伊都幫我示範員，伊拍下嘅 MV，我都嘅底部嘅詞咩嚟寫，我都做嘅作詞人，同嘅創意人，還有嘅監製，我都也嘅愛在竹田客家莊拍下頭嘅 YouTube 檔案搜索，咩看得到。嗰個件事實真係變成一個全面性嘅一個文學人嘅因為我興趣擴發，對幾多事情都感覺好有興趣。嗰時對陸下教育開始，我哋嘅資本先生慢慢地睇文學同教育一條路，真實是行出自家一個興趣。今日感謝我哋資本先生來到我現場分享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多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我哋先生來傾下圓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